其實面上嘅色斑咧，望上去咧就好似大同小異，其實裏邊嗰個結構咧係可以係因人而異嘅。每一個人起斑嘅原因咧都唔盡一樣，所以打斑嘅方法咧亦都要因應各人嘅皮膚嘅質素或者你嘅生活狀況咧，選擇唔同嘅治療方案嘅。如果唔係，你只會越打越深，或者打極都冇效，浪費咗金錢同埋時間。你嘅色斑如果做極都做唔到嘅時候，不妨用另一個角度重新去檢視下，究竟你嘅皮膚出現咗個咩問題，你嘅身體嘅狀況又出咗嘅咩嘅問題，你嘅日常嘅生活作息係咩原因導致你呢啲色斑嘅形成呢？色斑咧第一次打嘅時候好容易處理嘅，一做就白㗎啦。不過隨住年齡增長，反黑嘅情況又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你以前嘅方法咧，而家已經用唔到，幫唔到啦。最新嘅發現就係處理色斑唔係單一用激光或者係彩光就可以做得到㗎，由細胞底層做起咧，先至係真真正正還原肌膚本來面目嘅最佳、最冇副作用嘅方法。嗱，呢啲方法咧係比較少人用㗎，因為佢需要嘅耐性同埋時間都會比較長一啲㗎。不過，如果你真係想根治你自己嘅皮膚嘅問題咧，而你又已經做過好多激光、彩光嘅方法，而當你發覺皮膚一啲都冇改善嘅時候咧，咁由另一個角度重新出發處理你皮膚嘅問題咧，就正正就係呢一個係最佳嘅時機啦。